顶礼拜五，环保署进行协和电厂改建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审查，因为临时换会仪式改做线顶开会哦。外界质疑讲是互相审查，早起有家人的在地人士佮环保团体去监察院定情，嘛话讲环保署长张子吉落台。张子静下台，张子静下台。离监察院外口画着要环保署长张子敬落台口号，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佮有环团代表，希望监委会当调查顶礼拜五环保署举行协和电厂改建案的环评专案小组审查，限制公民参与佮变乌箱，无有警甲环评委员带到另外一间会议室，改以线上来审查。要求署长张子敬应该为这个侵害人权、侵害民主、侵害公民知情权的这非常夸张的违法环评来下台负责。在地团体批评，顶礼拜五环保署的环评专案小组审查会外口，真正的警力来防人民，到会议室顶头发言佮采一个人入面，一个人出去。互因佮较不满的是，临时换审查的地点佮方式拢无爱做沟通，恐惊是要互开发案的环评审查强行通过。如果这些都不用沟通，那我们的环保署就根本已经做好准备，要升格为黑箱部。环保署会再无派人说明，然后发出简单的声明，表示环评会议秉持的精神是：我无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解说对当日发言定数的调整，是为着要保障民众的发言权。对于行动小组到监察院交定情书表示尊重。记者林正明、王兴中台北报道。